紐西蘭係要 hea 住玩，但係就唔可以 hea 住咁準備。諗得嚟紐西蘭自駕遊，相信你都有一定嘅旅遊經驗。但就算經驗再多都好啊，有啲位你都可能會忽略嘅。你以為租車、住宿、行程安排都係同其他地方咁差唔多嗰一套，但去到紐西蘭，有啲嘢真係會同你想象嘅有少少出入。今集就同你講5樣嚟紐西蘭自駕之前值得早啲準備嘅細節。租車要趁早，保險唔好慳。如果你嚟紐西蘭自駕呢，有一樣嘢其實幾基本，但係好多人呢都成日拖到最後先至會處理嘅，就係租車啦。簡單講一句，租車呢就真係要趁早，尤其是喺旺季啊，你越遲租呢，個價錢只係不停會咁升，而有嘅選擇呢就會越嚟越少。我自己當時呢，大概喺出發前嘅4個月開始睇啦，其實就已經唔算好多選擇啦，但係都叫做租到啦。去到出發前1個月呢，我就再八卦上去睇多次，咁發現呢，哇，真係完全冇車可以租啊！唔係誇張啊，係你 search 極呢個 list 都係冇嘢睇啊！如果你仲要玩埋異地還車，例如基督城攞車、皇后鎮還，你再諗住遲啲先租呢，咁你就真係完全唔使諗啦。所以租車呢樣嘢其實唔係最後先諗嘅，而係你行程一確定咗呢，你就應該要開始睇啦。另外租車一定要買保險啊！喺紐西蘭揸車呢，其實路況本身就唔算難應付嘅，但係路面嘅碎石呢就無處不在喎。俾石仔彈爆玻璃啊，甚至俾啲唔知乜嘢急爆咗條胎呢，其實都唔係啲咩特別罕見嘅事啊。我自己都試過爆過一次玻璃啊，唔係話好大件事啊，但係你呢就會即刻明白一樣嘢，如果冇保險呢，你就會多好多煩惱。所以買保險呢，一般都會建議直接 upgrade 做 full cover。去得紐西蘭玩呢，個使費都唔會平噶啦，所以呢都唔爭再俾多少少保費，買個安心啦。另一樣關於保險嘅嘢呢，就係受保嘅路段範圍啊。有啲租車公司呢，佢哋會講明有啲路段呢，佢哋嘅保險係唔會包嘅，特別係一啲未鋪嘅路啦，或者比較偏遠嘅地方。我就見過有人分享啊，佢租車嗰間公司呢，甚至乎去南島嘅綠園高地呢，嗰一段路佢哋都唔包啊。所以如果你行程有特定嘅景點呢，租車之前最好就睇下啲條款，唔明嘅呢就記得要問清楚啦。住宿要早 book 啊，呢樣真係好多人會低估啊，因為直覺上呢會覺得紐西蘭地方咁大，點會冇地方住啊？但現實係呢，有啲位唔係冇地方，而係得嗰幾間，但係你就要同全世界一齊爭。例如曼谷咁啦，上面其實好簡單嘅啫，一間酒店、一間 motel 加一間 hostel， 聽落好似有幾個選擇咁。但係我哋4個月前 book 聖誕嘅旺季呢， hotel 同埋 motel 呢基本上就已經冇晒㗎啦。hostel 就仲有床位，但係呢就 share room 嚟嘅。如果你同朋友小朋友呢，就直接唔使諗啦，因為未成年嘅呢係唔可以同陌生人同房嘅。原本好似有3個選擇咁啦，但實際上呢只係0啊。如果曼谷冇位呢，基本上你就只可以退一步住 Tekapo 或者 Chaiso。但係問題係呢，你唔係淨係換個地方瞓咁簡單啊，你係將成個行程拉長咗啊。Chaiso 都算近噶啦，但距離曼谷呢單程都要45分鐘嘅車。如果你朝早 book 咗曼谷嘅一啲活動呢，咁你朝早個鬧鐘呢就要較早1個鐘起身啦。而 Tekapo 本身呢，其實都唔係好多住宿嘅啫。我哋出發前4個月 book 啊，只係剩翻1間 motel，剩得1間房咋。價錢方面呢，仲要係500蚊紐紙1晚啊！500蚊喺 Auckland 呢，足夠租1個星期屋啦。而我哋呢，用咗500蚊喺 Tekapo 只係瞓咗1晚啫。至於 Chaiso 呢，選擇係多啲嘅，但係質素呢就比較有驚喜啦。簡單講呢，就係平嘅唔會好，好嘅呢就唔會平。另外一樣呢，好多人會以為 Wanaka 啊、Queenstown 啊呢啲大嘅旅遊點呢應該就會好啲啦。但係去到旺季呢，其實都係一樣嘅。我哋喺 Queenstown 都試過啊，打開 book 房網站係就係仲有房啊，但係好多呢都係貴到你撳都撳唔落啊。最後呢，我哋都係要住翻嚟市中心一段嘅距離，但係價錢呢一樣都係要500蚊1晚。所以住宿呢，你唔好以為有好多選擇啊。去到旺季，其實都係一樣供不應求嘅。自駕要留意，紐西蘭揸車呢本身就唔難嘅，但有幾個地方呢，同你平時喺香港或者台灣嘅習慣呢會幾唔同㗎喎。
先講司機啦，紐西蘭司機普遍咧係禮讓嘅，呢樣係好事，但同時間咧佢哋都揸得幾超嘅，踩過對面線咧呢啲就好常見嘅。之前條片我都有講過啦，尤其係電單車啊，劈彎嗰陣時咧，就算架車冇過線啊，佢哋個頭啊都可能過咗去你條線嗰度，你見到嗰下你仲驚過佢啊。另一樣要適應嘅就係距離啊。紐西蘭地方大啦，但景點咧就非常之分散，尤其係南島啊，點與點之間咧好多時都超過2個鐘嘅車程。以前喺香港揸車上水去柴灣都唔使1個鐘，好少機會咧要連續揸2個鐘嘅高速。開頭咧就真係要啲時間適應。而紐西蘭嘅道路設計咧有時都幾反人類嘅，市區啲走線啊、迴旋處啊嗰啲咧，啲線位有時都唔係幾合邏輯嘅。而去到郊區咧，好多時你見到限速牌寫住100咁啦，但行唔夠50米咧，又話有個急彎叫你收翻去35。呢啲設計啊，喺香港嘅話咧，就一早俾人報東張啦。最後一定要提咧，就係盡量避免揸夜車啊。除咗大城市，好多地方咧都係冇路燈嘅，視野非常有限。但當地嘅司機咧都一樣可以開得好兇狠。再加上夜晚啊，有機會有啲動物路過。有時係去到好近先至會見到，突然間俾佢嚇一嚇咧，都可能會好大鑊。所以一般都會建議啊，行程安排上咧就盡量避免郊區度揸夜車，特別係冬天啊，日照時間就比較短啦，好早就已經會天黑，所以 plan 行程嘅時候咧就一定要諗埋啦。睇住個油缸啊，喺主要旅遊景點咧揾油站咧就唔算難嘅，但咁樣咧反而會令你掉以輕心喎。因為真正嘅問題咧係點與點之間嘅油站唔多啊，所以離開一個點之前咧，記得要 check 清楚夠唔夠油去下一站。另外有啲油站咧係全自助嘅，例如曼谷 Village 裏面唯一一個油站咁。全自助即係話你要自己插信用卡入去個油泵度俾錢啊。咁問題就嚟啦，你張卡有冇4位嘅編碼呢？以我所知，香港大部分嘅信用卡咧係冇4位編碼呢樣嘢嘅，唔係你平時去櫃員機撳嗰6位密碼，係唔同嘢嚟噶。你冇呢個4位編碼係入唔到油，冇人幫到你噶。所以出發之前咧，問翻你嘅發卡銀行有冇呢樣嘢，又或者好似我咁申請一張 Wise 卡，佢本身就有4位編碼嘅。Wise 卡咧係一張多貨幣嘅 debit 卡。匯率咧通常都比一般信用卡好好多，而且可以喺 App 入面咧隨時轉貨幣嘅。經常去旅行嘅話咧，其實真係幾方便，而且仲要係免費申請。不過如果你想要實體卡咧，就要另外俾錢啦。不過我就有條 referral link 擺咗喺 description 度，經嗰條 link 申請咧，實體卡都可以免費拎。反正你都可能要申請啦，不如順手大家一齊揾啲着數啦。好多自助油站咧係一定要用實體卡，唔支援電話嘅 NFC。所以無論你係咪用 Wise 卡都好啦，都記得要帶實體卡，唔好諗住淨係靠個電話。行程排得鬆啊！喺紐西蘭玩好多活動其實都好睇天氣嘅，由行山啦到坐直升機行冰川、跳傘，以至其他極限活動咧，基本上都係天氣話事。你諗下，如果呢啲係你喺紐西蘭最想做嘅嘢，去到當日咧就落雨被 cancel 喎，但係你第2日又要走啦，咁點算呢？所以如果係重點活動嘅話咧，其實最好就預多1至2日時間喺附近，咁就算第1日做唔到咧，後面都有機會補翻啊嘛。再加上之前有講過啦，紐西蘭旅行咧普遍車程都係長嘅，咁變數自然都會多。你行程如果排到好精準嘅話咧，中間只要有少少 delay 啊，你後面嗰啲咧就好似冧骨牌咁樣啊，一個接一個咁冧晒。尤其是係南島啊，揸車經過好多位咧，你都會有衝動想停車影相啊。但係如果你行程排到咧，連嗰幾分鐘嘅走盞都冇咧，咁你就只可以白白咁睇住啲靚景喺個倒後鏡度慢慢消失啦，連打個卡放喺 IG 嘅機會都冇啊。紐西蘭本身就係一個好 hea 嘅地方，你嚟到如果仲係開住一個趕路模咧，其實就真係有啲浪費嘅。嚟到呢度咧，唔單止係睇靚景啊，仲要留翻啲空間去體驗一下紐西蘭 hea 到爆嘅生活態度。總括嚟講啊，紐西蘭自駕咧其實唔難嘅，但準備一定要做足。記住一句，紐西蘭係要 hea 住玩，但唔好 hea 住準備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，記得幫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，或者留言講下你哋嘅經驗。未 subscribe 嘅就記得順手 subscribe 埋啦。咁就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